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6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6篇第1节到第10节，以西结书29章第3节到第7节，路加福音第11章35节到第12章第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谴责伪善。耶稣基督被称为良善的夫子。耶稣回答那一位称呼他的人说：“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？除了上帝一位以外，再没有良善的了。”这是路加福音第18章19节。我们也从上帝创造的记载，在创世纪第1章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看所有受造物都是美好的。追求善其实是基督信仰的基础，或者我们应该说是追求真善美，是基础的本质。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是真理。上帝要我们追求善，保罗告诉我们要宣认那美好的信仰。至于你是上帝所重用的人，你要远避这一切，要追求正义、虔诚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和温柔。在信仰的竞赛上要尽力奔跑，为自己赢得永恒的生命。这个就是为了这个目的，你蒙上帝的呼召，在许多证人的面前公开宣认了那美好的信仰。这是记载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11节到12节的经文。以西结先知他领受的上帝的话语，对埃及王说：“埃及王啊，我要敌对你啊！你像潜伏在河里的大鳄鱼，看起来似乎是雄壮威武的恶势力。”上帝甚至这样告诉以西结先知：“你是说尼罗河是你的，你所造的？我要用钩子钩你的腮，使河里的鱼紧贴你的鳞甲，然后把你拉出尼罗河，连那些紧贴伴你的鱼也一起拉出来。我要把你和鱼都抛弃在旷野，你将横尸荒地，没有人收割。我要用你的尸体喂鸟走兽，这样所有的埃及人就知道我是上主。上主说：“埃及人啊，以色列人依靠你们的支持，其实你们不过是一根脆弱的拐杖，他们一住着你们就断了，并且刺破他们的翼窝，扭伤他们的背。这是虚有其表吗？还是仗势而不为善呢？”那些微弱着以色列人民看似无望，却因为依靠上帝而能够得胜。在不同的时代都有这样的所谓的仗势欺人的人存在。
甚至还没有表现得像犹太大善人。他们并不是真善，而是伪善。当然，就因为这样子，也就不美了。耶稣对经学教师以及法利赛人最严厉的批评是他们的伪善。他们时常表现出非常具有仁义道德的样子，但是内心却是满满的心机。因此，耶稣基督这样的批评他们说：那时候成千上万的人群拥挤在一起，甚至彼此践踏。耶稣先对门徒说：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酵母，就是他们的伪善。一切隐藏的事都会被揭发，秘密的事也都会被泄露。因此，你们在暗中所说的话，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听到。你们在密室的耳语中，也要屋顶上给宣布出来。耶稣基督以这些人为例，提醒跟随者要提防法利赛人的伪善之时，避免被他们所影响。因为基督的跟随者必须要诚心实意的，必须是要追求美善的。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德国著名的神学家潘霍瓦牧师写了一首诗，翻译为所有美善的力量。华文歌词是这样写到的，与大家分享。我们一同追求基督的美善吧。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，奇妙的安慰保守每一天。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，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。尽管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，穷困时光从重担压迫我们。主啊，拯救饱受惊吓的心灵，以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。若你给我们递来沉重的苦杯，满溢着的忧愁痛苦的苦杯，主啊，从你良善慈爱的圣手毫不颤抖，心存感谢来领受。主啊，若你愿意再赏赐我们世上欢乐以及阳光亮丽，让我们纪念过去美妙岁月，把我们生命完全交托你。今天请让烛火温暖的燃烧，是你带给黑暗中的我们。或许这会是引领我们再相聚，明白你的光在黑暗照耀，寂静深深围绕我们展开，让我们听见那丰富声响，从周遭无形世界向外扩散。凡你儿女尽都高声歌颂。所有美善力量都遮盖，无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。在晚上、早上，每个新的一天，上帝都将与我们同在。诗篇第86篇第1节到第10节，
上主啊，求你垂听我，回答我，因为我软弱无助。救我脱离死亡，因为我对你忠心；拯救我，因为我是你的仆人。我信靠你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我整天向你哀求。主啊，求你使你的仆人欢喜，因为我一心求告你。主啊，你良善又乐于宽恕，你对求告你的人有丰富的慈爱。上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。在患难中，我呼求你，因为你垂听我的祈求。主啊，没有别的神比得上你，没有别的神能够有你的作为。你所造的万国要向你跪拜，他们要歌颂你的伟大。你有大能，你成就奇事，唯有你是上帝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单纯的相信、轻易的得救，因为救恩是从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，却让我们白白的得到。求主你帮助我们坚定的走这一条拯救的道路，活出真善美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